We have Abby, Valerie, Kellen, and Chloe. Let's give them a warm welcome as they prepare. We also want to remind the audience there's a translation. You can scan the QR code in your handout. And over here, in your handout, there's translation. 同學們，我哋有10分鐘就要上機啦，你哋嘅小組唔好看開。我食完花之前留位嘅，唔好再玩。對唔住紀老師，喂，我已經等唔切想去亞洲啦。我都係啊！我哋會做好多好玩嘅嘢，我最想去嘅係香港。係唔係因為海洋公園？我知道嗰度有好大嘅過山車，我好鍾意坐過山車。係啊，我都鍾意坐過山車，但我想去香港，因為我想試下佢哋嘅嘢食，尤其是係港式雲吞麵。北京嘅王府井小食街有好多好食嘅食物，喺王府井小食街佢哋有燒鴨、超大蟹腳、煮熟嘅豬腸，仲跳緊嘅蠍子。聽到你哋講嘢食，我都流口水。咁啲旅遊景點又點？喂，你哋喺嗰度講緊乜嘢？我哋喺度講緊我哋對今次嘅中國之旅最期待嘅嘢。我啱啱想講，我係好開心可以去參觀故宮同頤和園。你講得啱啊！故宮同頤和園嘅建築真係好震撼。我諗頤和園嘅山上望出去嘅景色一定超靚。唔好忘記西安嗰度歷史好豐富，例如兵馬俑。西安係絲綢之路嘅起點，仲做過13個朝代嘅首都。睇嚟我哋而家要上機啦！我相信你哋會覺得好開心玩，喺飛機上好好休息下啦。知道啦。All right, give it up for our students from room 503. Caring about all those dishes and making me hungry as well. Next up, we have group 2, our Mandarin presentation also from room 503. We have Clark, Dylan, Russell, and Sterling. Let's give them a warm welcome. “先生们、女士们，下午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记者单凯琳。让我们欢迎3位参与文化交流计划、即将前往澳洲旅行的有访语评学生。他们将会访问杭州、北京、西安和香港。何凯龙，你对杭州有什么期待？我对杭州有很多期待。杭州以西湖而闻名，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我很想亲眼看看西湖的美景，坐一次手划船，欣赏湖边的古典建筑和自然风光。听说那里的茶文化也非常有名。
我希望可以去龙井村看看，了解中国茶叶的种植过程。真棒！听起来你到哪里会很兴奋。赵文俊，你在香港想做什么？我期待参观和了解天坛大佛和香港的许多寺庙，因为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这些历史景点。下一站是西安，对吗？是的。孙嘉诚，能再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吗？西安曾是13个朝代的古都，14筹巨鹿的起点，也是株式文明的所在地。兵马俑是由农民挖金时偶然发现的。西安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北京是你们最后要去的地方，对吧？是的。请你们告诉我关于北京的东西吧。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已有800年的历史。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它还拥有7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地，比如故宫、天坛、颐和园以及长城。这里还盛产许多著名的美食，比如北京烤鸭。哇，听起来这次旅行将是一起充满中国文化、历史景点和心意难忘的经历。我迫不及待想听你们回来后的故事。谢谢大家。Thank you to all the students from 503. Now we have students from 504 who will present. Again, the first group in Cantonese and then the second group in Mandarin. So starting off, group 1, we have Kaylin, Ethan, London, and Larkin.校長、趙校長、各位老師同家長，晚上好，我係鄭詠儀。我哋會前言一段關於中國街頭美食嘅對話。呢段對話會係中國之旅之後嘅午餐時間進行嘅。我唔知大家點睇，但呢次中國之旅嘅旅行真係好勁啊！不過最正嘅一定係雞頭小食。我絕對同意，我食住好多好味嘅嘢，感覺好似去咗天堂咁。阿文，你覺得點啊？係啊，啲雞頭小食真係好好味，同美食中餐完全唔同，味道真是好豐富。喂，聽落去好似你嘅淨係食二鮮味咁喎。你哋每個人最中意嘅街頭小食係乜嘢啊？佢哋全部都好好食，不過如果一定要揀一樣嘅話，我會揀豆腐花。不但止口感好滑，入口即化，仲有淡淡嘅甜味，食落去真係絕絕聲。哦，豆腐花，嗰個真係好食，但係我覺得魚蛋都係好食。首先會攞嘅魚肉，摸嘅魚肉，然後佢哋會用嘅手。整住一個波，然後佢哋會放嘅魚蛋喺煲水入面，然後佢哋會炸。係啊，我都同意，嗰兩樣都好好食。不過脆脆甜甜嘅糖葫蘆真係特別清爽。你哋可以仔細啲介紹一下你啱啱講個街頭小食嗎？豆腐花就係軟軟滑滑嘅豆腐，加甜甜嘅糖漿。喺杭州，好多人鍾意食，街邊成日都會見到有人買。香港有好多魚蛋檔，但係嘅味都係好特別。
因為你可以揀嘅汁，然後首先會攞嘅魚蛋會穿用嘅棍，呢個真係好好食。糖葫蘆係水果餈，通常用竹籤穿起，再來一層硬糖。傳統用山楂做嘅，冬天特別受歡迎。不過仲有好多零食我都未試下。我哋真係等唔切，想再返去香港、北京同埋杭州，謝謝大家。Awesome. Next group, we have our Mandarin presentation. And our students are Aria, Beckett, Elise, and Darren. Let's give them a warm welcome as they prepare. Mm. 陈校长、赵校长、各位老师、家长、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陈学成。我是吴希林，我是罗成。我是白永雅。今年我们一起去中国的4个地方：北京、西安、杭州和香港。和同学们一起去探索的地方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你们最喜欢哪个城市呢？我最喜欢香港，你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天才大佛吗？我很高兴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去那里，结识新朋友，并亲身体验中国的文化。香港是很漂亮，不过我觉得西安才是最棒的城市。你为什么觉得西安很特别呢？西安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有举世闻名的兵马俑。我很期待和朋友们一起参观这些历史遗迹，还可以拍很多照片，留下美好的回忆。这些城市都很精彩，不过我更喜欢杭州。我们会去湘西石湖的美景，还会去参观杨枝古城遗址。杭州确实是很美，不过我最想去的是北京。北京紫禁城的庄严、天坛的肃穆和长城的雄伟，无处不在展示一座古城历史深度和文明气魄。而且我很期待可以走进中国的学校，体验不同学生生活。你们呢？说实话，我对这次的游学有些紧张，但是想到可以住在寄宿家庭，和当地学生一起生活，我也觉得非常兴奋。我也很期待，我可以用汉语和寄宿家庭交流，这是一个很好学习机会。而且我们可以在认识这些新的朋友，一起成长。我同意，通过这次游学，我们不仅能体验不同学生的日常生活，还能和朋友们一起学习新事物，开阔眼界。我相信这次中国之行会让我们学到很多，我也觉得非常兴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谢谢大家，祝大家春节快乐，马年吉祥。Thank you, Room 504 students. Now I know you guys are all hungry because now it is dinner time. 廚房起菜。